可以訓練佢企直啲、坐直啲。再嚟1、2、3，舉手，好好喎，做得好。再加啲笑容得唔得？一路舉手一路笑，笑係啦，幾靚啊！再嚟多次，舉手，係啦，望住嘅，好，最後一次舉手，望住嘅，係啦，咁你條腰就會直啲㗎啦。OK， 幾好。好啦，跟住呢隻腳踢直，擺上嚟啊！係，等佢試下自己，等佢試下自己睇啦，係啦嗱，試下自己放上嚟睇下得唔得？係，放隻腳上嚟，係啦，要自己嘅，自己用力，用多少少力，得唔得？1、2、3，舉高，就嚟得，多少少，係啦。即係輕輕幫下佢，盡量就佢做得幾多得幾多。係，係我幫你拉下呢條筋嚇，扯唔扯啊？平時咧就可以攞少少重嘅嘢壓落嚟，不過唔好喺個菠蘿蓋上面壓呢度，咁佢條筋就會直啲嘅。OK， 好叻喎你！鬆翻下呢啲位嚇，好痛啊！都好痛啊！好啦，唔好整住 ，OK， 放隻腳落嚟，再試下踢高，踢到去我隻手度嘅，好，踢上嚟啊！1、2。高啲，要掂到先得嘅。3，未掂到唔算數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高啲高啲，7、8、9、10，OK， 都幾叻啦，好嘢。隻手咧，拍下我隻手，呢隻手拍。掂下呢度，係啦，掂下呢度，轉下條腰，掂啊，高啲，係啦 ，OK， 好。咁呢度腰骨痛唔痛㗎？腰骨有冇痛啊？腰骨冇痛，頸有冇痛啊？冇。咁呢啲位咧，可能呢啲位都有啲緊，係咪啊？我一間幫你呢啲位置做個超聲波，啲肌肉鬆啲啦。好，拉呢隻手先，都有啲水腫喎，佢隻手都有少少腫喎。